了是今个番薯花12月2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但其中为贴25号宣誓就职，提出清廉、勤政等三大施政方向，同时因应第一任有官员涉嫌贪污，所以第二任的第一份公文就是签署廉政公约。会中伊嘛引用卡居王梅西的名言，首要目标就是甲整个团队做伙赢得胜利。但市政府25号伫永华市政中心西拉雅广场举办第3届市长宣誓就职典礼，现场有2000位来宾到场观礼，场面简约隆重。会中市长吴伟霆对下任市长李梦燕手中接下印信，伊除了感谢市民支持顺利连任，嘛强调新的市府团队要密外期，未来4档将以方便快速的交通、社会福利、甲清廉勤政作为施政三大方向，甚至嘛引用卡居王梅西的名言自我督促。引一句刚落幕的世界杯足球赛。球王梅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首要的目标是跟整个团队一起赢得胜利。我们的市府团队所赢得的胜利，不在于市长的连任，而在于市民的感受。我们要一起赢得胜利。接下来的4年，我会以便捷交通、轻盈福利、青年勤政作为3大施政的方向，来推动台南市政做得更好。整个就职典礼伫台南市民族关系乐团演奏加开序幕以后，台南在地原住民舞团嘛用精彩歌舞再来喜庆的祝福。另外，荷兰美声 Marlene Hawkins 加跨界歌手李美杰嘛应邀献唱。和就职典礼充满音乐艺术气氛。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4届议员就职典礼25号上午举行，伫台南地法院院长的监视，57席议员正式宣誓就职，随后并进行正副议长选举，最后由民进党柯丽丽加林志典当选议长加副议长。台南市议会第4届议员就职加正副议长的选举，25号上午伫个议事厅来举行。57席的议员伫个台南地方法院的院长董有全的监视下宣誓就职。市长黄伟哲嘛带领各局处的首长来观礼，就职典礼圆满顺利。接续马上进行正副议长的选举。议长的部分，第1届选举的结果。柯丽丽36票，郭信良21票，由过半数的柯丽丽当选第4届台南市议长。因为这一次的选举，事前发生了非常多的事件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投票是不是能够票票入轨，有一点没有信心。那么，因为诸多的揣测跟传言，还有4年前失败的经验。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向跟无党籍还有就是我们在野党的同仁这边一直来游说他们能够来支持民进党。那么我们今天就像我前几天所说的，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的同志，即便他们心里有一些的不满意，但是为了这个党，为了台湾，他们还是投下了这张选票。我非常的感谢我们民进党团每一位支持我的先进同志，也感谢台联党杨忠成议员、基进党李宗麟议员，还有黄立昭议员、无党籍的邱昭胜议员，还有我们原住民代表施于兴旺议员，甚至于我们国民党3席本土派比较偏本土派的李文俊议员、张世贤议员，还有李正国议员，他们的帮忙，我才有办法在这一次议长的选举能够顺利。未来的4年，我想议会的改革刻不容缓，那有非常多的制度建立，跟府会关系的这个修补我想还有就是民进党虽然贵为席次比较多的党，但是我们谦卑。我们不会错过跟
国民党还有我们5党联盟，还有基进党、台联党的合作，我们希望未来的4年是一个团结进步的台南市议会，为台南市民争取更多的福利。需要副议长的部分，则是由民进党议员林志典以32票过半数来当选。正副议长依照定数宣誓就职，并且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志达来担任监校，办理应承的交接，正式成为台南市议会第4届的正副议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由金华府所举办的寒冬丧乱社会公益已经迈入第10冬，今年比往年更扩大办理，关键的区域嘛加做扩，包括710个继续立户、9个社会福利单位，加37区的动静儿童奖助合金，总金额大约140万。台南金华府举办的水保祝福社会公益活动，伫新生里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有糜烂时尚发型进行义剪，同时也有社区团体带来精彩的表演，场面相当热烈。我们金华府办理110年度寒冬送暖的送红包的活动就是有很多的厂商来赞助参加。最大额的是大昌贸易行有限公司的许贝威先生，他个人捐赠130万，其他还有一些喜事中心会环益城建筑书，还有正酒食品等有9家公司来赞助这个活动，总共捐献金额已经超过140万。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啦吼，阮这个活动已经进入第10冬每一处的活动拢会当帮助到真侪继续立户的朋友帮助伫过年的时间度过着暂时的困难。我想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嘛真欢喜啦吼，会当来到阮新营里新社区来举办着这个遮尔有意义的活动，真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阵来参加参与。今年的活动扩大办理。关键区域包含中西区、南区、东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710户继续立户，每一户1500块。另外，关键9个社福团体以及37区重症儿童奖学金，这些社福团体区长以及民代拢到场致敬感谢状，并表达感谢。市长恩伟体也亲自到场来感谢金华府的爱心。看到咱这些好朋友，其实拢做伙出来来帮助咱需要帮助的时代。这点我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甲大家说多谢吼，多谢大家的用心来教会咱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今天透过我们主办单位金华府这边，我们就是跟大家互动，而且也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年。我想社会的资源是无限的当然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大家互相关心，我想这样的社会会更加的温馨好，非常感谢咱的金华咱的金华府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岁末寒冬，我们需要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给照顾到。那也很感谢咱所有的我们的赞助的单位，还有我们今天的义剪，我相信都是非常的完善，非常完美。延续公益活动，金华府同时办理关怀活动，鼓励大家来关怀。关怀中心除了感谢金华府之外，也讲到这场活动关怀数量比平常更加多。那这一次他知道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呢非常的短缺，所以他们特别的加码，这次还准备了全年礼券跟面线来回馈给捐血人。这个捐血点呢，它平日呢只有50几个人来捐吼，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是坐满的人，我们预估今天可以超过200袋以上的热血。金华府长期照顾关心弱势族群，是在地重要的信用中心，希望这个活动发挥社会福利团结精神，帮助更加侪弱势民众。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会肿瘤科医生李阳成看病20几档来治疗无数的癌症患者，不止治病嘛治心，甚至透过 YouTube、FB 等多元的管道来传播相关医疗资讯，嘛让医疗无限制病院门诊，拢会当甲患者互动。每一位病人或者是厝内人，伫咧面对癌症的反应拢无同。
有人知影着癌以后，将面对无数的挑战；嘛有人伫咧癌症的尾期，积极想要活落来，却袂记得保留一寡时间，好好甲厝内人相处。因此，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同时嘛是血液肿瘤科的医师李阳成，对去年开始开设 Podcast， 听听癌症在说什么的节目。后来陆续开立 YouTube 的频道，甲 FB 粉丝专页，希望借此分享癌症治疗的资讯，甲朋友的故事，甲朋友互动，治病嘛治心。我想我们当初创立这个频道，是希望把一些医疗新知推广给更多需要的观众。当然呢，其实我在20几年的一个从医生涯，在门诊，其实跟病人有很多互动的故事，有很多其实还蛮值得推广，甚至有一些比较心理层次的，还有一些病友互动。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们病友在治疗癌症的时候过程中，有些时候都太专注在病情，忘了跟互动，还有跟家人多留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经过这样一个频道的推广，让我们病人知道说，其实第一个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是很孤单，第二个时间也是很宝贵，你要把握当下，记得要跟家人或者说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哦，不要只是专注在疾病哦。那在抗癌的过程中，其实还希望多给一点自己时间，多爱自己，然后多关心一下家人。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故事当然会有一些遗憾哈，但至少你已经在其他人的过程中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哈。一年外来邀请朋友甲专家做伙来分享活动，包括义大癌症病院的副院长饶坤明、台湾安宁之母赵可士教授，甚至是保险的业务，分享运用保险资源等。内面有哀伤，嘛有喜乐，更加有一寡感人的故事。医师希望借此一方面会用传达正确的医疗资讯，另外嘛，互朋友会用得到正向的力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组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
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啊，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庆祝圣诞节，议员陈怡丁装扮成圣诞老婆婆，同时甲装扮成白雪公主的袁美里长，这回到你来送圣诞礼物，场面相当温馨。Hello， 我是市议员陈玉珍，还有我们原美里的侯长珍里长，一起在这边跟大家问好。那里长也准备了非常好吃的造型甜甜圈哈，我们的。台南市议员陈怡丁化身圣诞老婆婆，原美里里长侯乔珍化身白雪公主，共同伫圣诞节的时阵画上圣诞小礼物给里民。我今天大家看得出来我是圣诞老婆婆的装扮让我们的里长就是非常美丽的白雪公主那我想很感谢里长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特别准备了我们这个很可爱的这个造型甜甜圈，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平安夜希望把这个分送给里内所有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圣诞的气氛以外，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圣诞平安，大家快乐长大。虽然天气是冷飕飕的，那借由今年的耶诞节，能够带一点热情的那个祝福给我们里内的小朋友祝我们里内原美里的长辈也好，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耶诞节快乐。在队伍当中，有小朋友扮成艋舺角色，非常的古锥，也有人特别骑乌托摆来，也有人要求讲要下野，人气相当的旺。希望借着分享的动作，把欢乐甲祝福传出去，让规个里充满浓浓的圣诞节气氛。台南新闻杨硕怀采访报道。圣诞城有1247个住户，算是台南上大的社区之一。今年对12月18到24号期间举办圣诞系列活动，除了各种手作的体验课程，嘛邀请真侪单位来做公益，做伙关心家扶中心的儿童。2022陈大城耶诞城活动的重头戏，伫咧24号圣诞节即天热烈登场。活动邀请明佑中医集团、慈利时尚协会、静心生技、Hola 特力集团、台湾秘鲁、信义房屋、陈大城房屋、怡兴园室内设计、台南市社会局、台南市北区区公所以及元宝里办公处等单位共同献爱。陈大城管委会希望透过举办这款的活动，会当让大户做伙来欢喜过节，同时嘛会当关怀弱势。我们希望在我们陈大城能成为台南市的一个模范社区，结合弱势送礼物的这个活动，还有呢帮助一些弱势就业。我们邀请到了聋哑的学生来到现场，还有独居的老人，我们社区的一些2度就业的妈妈，我们希望来辅导他们在耶诞节，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帮助这一场的捐助活动，把这些捐助这些材料费的部分来帮助我们这些弱势，他们在做这些所做的课程。那最主要我们对那个年轻的青年的弱势呢，我们是想说要让他能够学这个行动美容、科技美容。如果觉得这个他体验完之后蛮有兴趣的话，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另外一边是让我们这些弱势青年他们能够体验这些技能。主办单位嘛邀请真侪团体共同加入，
现场嘛会当看到民幼中医伫遮义诊。另外，还有慈力时尚协会教导民众制造手工精油皂。趣味的活动，甚至还庆祝外国的大户做伙来体验台湾过节气氛。很好玩，我觉得这里有那个圣诞节的气氛，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精彩。这是我第一次不在我的家过圣诞节，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让我有一点开心。我不太想我的家，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不止精油皂 DIY 体验，精心神奇也伫现场安排了美容的推广。也庆祝不少爱睡大户亲自来体验，感觉到很舒服，就觉得说有一种很清凉感这样子。脸是变肤比较滑嫩的。对啊，对。有看到整个都亮起来，看起来有返老还童的感觉。陈大成欢度圣诞节也无袂记咧做公益，特别将画面上这防疫精油皂送予家户中心的朋友，希望因会当健康快乐过圣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由蔡中生等人所发起的虎城跨年公证，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除了跨区参与的庙宇愈来愈多，甚至后壁区的天主堂嘛响应。到时跨年暗暝11:15将共同弄正记号，希望成为台南特色的跨年。邮戳中心等人邀集代表3号3宫的集福宫、祝福宫甲中福宫这3间庙宇所发起的跨年公证活动，伫台南社区大学协助，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到今年已经有11间宫庙，不止跨区嘛跨宗教。希望众神指导台南会当用传统的精神来取代炮火烟火，为疫情过后的台湾祈求2023年暂时平安。这个活动吼，到今年到第4档吼，嘛算讲为当初这个中西区发起吼，来到即马有跨区啊吼，咱北区啦、后壁区啦拢响应啊。比较较特别就是讲，咱唔仅是跨区，咱有跨宗教。咱今年即个安溪寮圣家堂天主教堂即个法国的神父，伊嘛加入咱即个考证的行列啦。我相信即个活动，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咱也慢慢来小办伴以后会当真正就变伫台南真特色的一个跨年啦。由民间自发性发起的跨年公证，所参与的在地宫庙，伫跨年主时也是暗时11:15要共同弄下108精神记号活动，嘛得到政府小厅。记者会中，民政局副局长嘛代表市长出席，希望明年迎接台南建成400档的日子，会当邀请400间庙宇来响应。跨年敲钟起舞的活动。刚好适逢我们台南400年。那在明年度，我们会邀集37个行政区的各公庙来一起参与，希望能够邀集到400间一起来庆建成400年。希望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公庙能够自发性的来给我们参与这个活动。会中各大参与的宫庙嘛提出因共证特色的讲题，要将跨年欢乐的气氛带到庙宇。主办单位表示，如果民众想要知影究竟有倒一寡庙宇参与，会当将虎城共证记号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台南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由欧盟县海产行所发起的寒冬送暖社区友爱活动，今年第一摆刷到安南区举办，并且甲新科议员蔡立青合作，邀请安南区海南等7里的技术力户做伙用餐。伫台南市南区从事海产批发工课王木生董事长，虽然现在事业经营有成，但其实一是出世伫咧贫困家庭。所以特别知影艰苦人的辛苦，秉持着回馈社会、关怀弱势精神，伫5档前便开始举办寒冬送暖社区友爱活动，宴请弱势朋友食买艺。因为我细汉是有艰苦着，知影讲到年底要食一买艺是较困难，所以我才来举办，有这弱势团体当享受一顿快乐的暗顿。这次甲王木生海产行合作的明代，也是安南区的新科议员蔡立青，
而这也是蔡立青就职第一天就展开的爱心关怀活动。我们王木生董事长呢，他过去就每一年都有做岁末寒冬这个送暖的活动，这是第一届来搞完安南区，然后我也很荣幸可以来跟我们王董做这个配合，然后来邀请我们安南区有7里的低收入户来到我们现场来这个一起享用我们王董所提供的美味的海鲜料理。那另外也有准备物资的发放。那未来呢？王董计划这是初次来到安南区，未来他计划要继续扩大办理。今日嘛有邀请咱其他的爱心会来到现场，就是要讨论讲以后大家要安怎来做结合，让咱的这个活动爱心会当更大的力量来服务我们安南区的市民朋友。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董把他的资源带到我们安南区来嘉惠我们的安南区市民。我嘛要感谢叶立青议员啦，因为足热心的。佮为咱这弱势团体佮出力，这点我足欣赏伊的。希望社会弱势团体大家来，佮有心的人士来当和阮共襄盛举安尼。蔡立青表示，非常感谢王董事长的善心付出，才会当促成这场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嘛感谢社会局全力协助，让爱心物资会当送到有需要朋友手中。也呼吁社会上阁有真侪需要大家关怀帮助的弱势族群，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关心。未来伊也持续办理各项公益活动，让弱势家庭会当感受到更侪爱甲关怀。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